关系在地新闻，国军的乌鹰直升机逼降的意外，有8位将官来殉职，这已经让人真艰苦了。结果即摆佫出现假消息来伤害国军，讲年金改革了后，军人若因公殉职，配偶免领一半薪水，必须结婚10年以上，而且都要55岁以后才会当领。所以除了总长审一名的太太之外，其他7位的将士拢领袂到。国讲蔡总统对书所穿的夹克面顶有5星上将的标志，讲蔡总统无资格挂5粒星。乡亲啊，这拢是假消息。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总统蔡英文伫乌鹰直升机失事了后，到台北宾馆悼念殉职将士，因过伊穿的衣袜染目，有网友质疑讲有问题。面册顶面有用联合报头版蔡总统的相片，写总统服装倒明胸坎，有空军5星特级上将的标志。网友质疑讲，目前中华民国敢若蒋公有这个军阶。蔡英文何德何能以5星特级上将自居？总统他所穿着的是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的纪念夹克，他的左肩上面的是座机队的队徽，所以有些民众恐怕是有点误解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蔡总统身上穿的这件夹克并不是军人的制式服装，一般民众也能穿，甚至军用品店就能买到。国防部澄清讲，这领738飞行外套是总统座机队用的纪念外套，手的标志是总统座机的队徽，像空军第6联队、第7联队队徽嘛拢有青，无算罕见。乌鹰直升机的谣言唔若这件尔。网络顶面有一条讲，年改有一个恶斗条款，军人因公殉职，为足免领抚恤金，有真侪条件限制，敢有影？军人抚恤条例并没有配偶结婚时间以及请领年龄的限制，部分民众恐怕是有所误解。最大的误解应该是他们把服役条例跟抚恤条例没有弄清楚，把两者做了一个混淆。实际上，军人因公殉职死亡所适用的军人抚恤条例，依法为足领抚恤金，并无结婚时间甲配偶年龄的设限。并未影响到乌鹰直升机殉职8名将士的抚恤。事实查核、拨乱反正，拍破假消息，嘛避免影响国军的士气。